镜头所等来台湾，真侪人拢有加老枕的经验，早起精神肩胛真痛，阿妈棍挖袂过，甚至是头歪一边。家己有一个7岁阿弟仔就是安尼，妈妈甲捂烧，甲带去用民俗的疗法，拢无应效，最后是用物理治疗师一条面筋的方式，才总算甲伊阿妈棍洗转来。吴小弟弟表情真痛苦，头靠向正边，小可动一下就有够痛。伊困醒了后，头歪一边甲震动，感觉真痛。妈妈真紧张，才知是加老枕。一搬着他就好痛，他就又这样了。捂烧、剪骨一直拢无法度改善，最后找物理治疗师教因支招。对。啊。对。用面筋双手揪伫两边，靠伫红棍来回回，简单的动作真有效。帮他做一个颈部的一个活动，用毛巾，这个松动。那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他的椎间盘去做一个复位，就是让他原本压力比较不平均，我们让他压力变得比较平均。弟弟靠了这招，痛2礼拜加老枕总算复原。另外也会使用这个方式，用我们的一个右手去卡在这个肩膀地方做一个松动。加老枕，互人感觉真痛，真无爽快。下回若是拄到这个问题，不妨这2招会使试看卖，互你赶紧摆脱痛，袂阁歪头。